大約7月臨近暑假，暑假本來係俾學生一個放鬆減壓嘅好機會，但係社工局近期有份報告發現，在校年青人濫藥有上升嘅趨勢。家長面對呢份報告嘅時候，都會十分之擔心自己子女喺暑假嘅時候會唔會去結識一啲不良嘅朋友，增加濫藥嘅機會。咁今日咧好慶幸，我哋請咗3位嘉賓同我哋分析同埋探討呢個問題。我身邊嘅係立法會議員黃潔貞，中間嘅係社工局防止藥物依賴廳廳長韓偉，最遠嘅係我哋街坊總會外展社工周超平。我想問一問韓廳長啦，喺最近嘅一個調查報告發現啦，在校學生係濫藥嘅趨勢有上升嘅趨勢喎，喺當中有冇一啲嘅變化係產生咗嘅咧？咁其實今次嘅問卷調查咧，同過往嘅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今次嘅調查團隊啦，同埋個問卷嘅設計咧，都係比較能夠敏感性啲高啲嘅。咁呢部分咧，能夠係確實能夠係反映到到當時嘅學生嘅一啲情況。可能係近年裏邊澳門嘅家庭嘅變化比較大啦。咁特別喺個雙職家庭嘅嗰個人數比較多。咁亦都引致可能對於小朋友嘅照顧各方面咧，係可能喺呢部分咧都係有個欠缺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反映到一個現實一個情況。咁我哋亦都睇到個數據裏邊咧，特別係小學生嘅嗰一部分，高小嗰部分，因為我哋問卷最高去到高小呢一 part 咧。咁而家我哋睇到咁樣嘅數據，我哋嘅策略就期望將我哋嘅預防工作推向家長，推到每一個家庭。咁呢部分好緊要。當啲家長一旦佢要同啲我哋講有高度小學嘅小學生講禁毒嘅信息嗰陣時，好多家長就會提出一個意見，就我唔知點講，我應該用一個點樣嘅方式去講。咁其實我哋就期望家長覺得，咦佢哋有所不足，咁我哋就可以喺下一個階段裏邊，我哋提供家長一啲繪本啊，一啲點樣去改變嗰啲故事嘅形式啊。咁過往咧，我哋係用嗰啲童話故事裏邊係用小紅帽，小紅帽所針對嘅咧係響以前嘅社會裏邊咧，行響街嗰度或者森林裏邊可能會有狼，咁係俾小朋友咧自細到大要小心有狼呢樣嘢。咁但係而家我哋嘅城市都市生活裏邊冇狼呢樣嘢，冇動物㗎啦嚇，我哋只有毒販嘅啫。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我哋期望喺呢啲繪本嘅過往嘅啲童話故事裏邊咧，我哋係會做一啲修改，令到家長可以用到呢啲有趣、細路仔又中意聽嘅故仔裏邊咧，係加入咗一啲現代我哋所會面對到嘅真正面對會危害我哋青少年或者兒童嘅以後未來一生嘅一啲事情。咁我哋將佢放咗落去，但係又要有趣嘅，同埋咧係適合兒童發展階段嘅。咁呢個部分咧，我哋期望咧，我哋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裏邊，我哋會繼續向呢個方向。係啦，冇錯。好多謝何廳長。咁另外想問一問，在座為一個女性嘅一個嘉賓啊，咁根據嗰份社局嘅一個調查顯示啦，咁在校青年嘅濫藥情況有上升嘅趨勢，咁當中其實女性嘅增長嘅比例係比男性快喎。你點去理解呢個嘅現象咧？亦都係之前如果係有啲其實研究報告都講到嘅，就係話女性本身係對一啲某啲嘅藥物啦、毒品啦，嗰個叫做依賴性啦，或者成癮性啦，或者戒斷性咧，都有佢嘅特異性唔同嘅時候咧，咁可能佢比較接觸咗之後咧，比較容易上癮同埋難甩。呢個亦都係佢哋嘅一個特質嚟嘅。再加埋就係可能就係佢哋本身女性都係比較感性啲，同埋喺佢嘅生活佢嘅圈子裏邊，如果佢接觸到一啲比較係一啲試毒嘅人士嘅話，可能介紹嘅時候咧，好容易會俾人吸引到。又或者當一啲女性喺嘅情緒比較低落嘅時候，好容易亦都俾人去引誘到。又或者俾人哋講兩句嘅時候，又可能嘗試下都冇壞啊。再加埋今次係發現個年齡層相對比較低嘅時候，可能係會唔會係一啲叫做心智發育上面未咁成熟啦，同埋就係
即係有啲可能就係佢哋可能係免費嘗試嘅，呢個可能亦都係一個引誘嘅一個嘅方式，變咗佢哋係冇負擔。咁呢個相對係同可能男性可能係會唔同啲嘅。明白。我想問一問外展方面啦，外展成日都會接觸啲前線嘅一啲嘅學生啦。咁你如果喺外邊發現一啲即係可能你做 case 嘅時候，係會喺周圍去睇下啲街邊嘅青年咁樣啦。咁喺你會發現嘅途中，你哋覺得佢哋有啲咩嘅特質咧？其實喺我哋前線方面咧，你基本上近呢3幾年咧，都唔會喺條街度見到佢喺度食㗎啦，係啦。通常我哋聽到嘅咧，佢哋都會係喺屋企食啦，甚至會租賓館啦，同埋另外比較多嘅都會聽到佢哋北上去大陸嗰度食嘅，係啦。咁如果我哋發現佢嗰陣時咧，其實頭先講到唔會喺條街度見到佢食㗎嘛，係啦。咁其實係透過我哋同佢喺個街上面認識咗佢，建立咗個關係，即係傾談中就討一啲料翻嚟嘅。係啦。同埋有時見到個狀態，佢好似有啲呢排黑眼圈深咗啊，身體上面有啲用藥之後嗰啲特徵啊，咁樣跟住我哋再用啲説話上嘅技巧氹一氹佢。你呢排係咪有試咗啲新嘢啊？之前好似見你精神啲嘅喎，咁樣嘅情況之下去發掘呢啲。因為我自己咧以前都曾經做過駐校嘅，咁我嘗試同啲學生傾談嘅時候咧，嘗試喺佢哋角色試下套話佢哋會夜晚可能會喺邊度玩啊，會有吸毒嘅跡象。但係我覺得喺駐校或者係在學嘅學生比較難去發現佢哋去濫藥，咁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嘅對策，或者你哋前線有啲咩嘅經驗咧？因為你學校個社工嘅身份咧，咁個學生會假設咗你同嗰個校方係同一陣線嘅，係啦。咁變咗佢就同你講嘢可能會有啲避忌咯。係啦，但係如果係外展嘅話，我哋冇話係特別有身份啊嘛，咁佢同埋我哋同佢有叫做有個關係啦，咁喺個關係同埋佢哋唔會有好大擔心情況之下，佢會容易啲講咯，但係都唔容易嘅，即係都唔係話佢有，跟住你同佢又識你，咁佢就一定講，唔一定嘅。咁啱咪上一節啦，3位嘉賓都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嘅意見啦。啱啱韓聽到都有講多啲喺家庭上面嘅措施。就今次想問一問潔貞喺女性方面，家長喺屋企入邊可以有啲咩嘅預防措施係對自己啲子女咧？咁剛才聽到阿韓廳長嗰個 program 咧，我都自己都好認同嘅。咁點樣係一個階段式咁樣去做，同埋點樣喺一個叫生活當中融合一啲叫做預防嘅一啲信息喺裏邊。其實而家我自己都發覺，因為我都係一個家長，我覺得做得幾好嘅。由 K3 開始帶佢去認識咩叫哈樂，呢個係代言人嚟嘅。咁將啲內容卡通化咗，其實小朋友係容易接納啲嘅。咁呢個可能就係一個叫做幼兒期或者係到小學嘅1、2、3年班可能做嘅一個叫做漸進式嘅滲透，一啲叫做毒品預防嘅一個信息。咁我覺得到大少少嘅時候咧，就可以多啲觀察，多啲同佢灌輸一啲叫做藥物嘅一啲濫藥之後嘅一啲禍害，俾佢認識得更加多一啲負面嘅嘢。跟住然之後咧，就點樣慢慢就同佢建立更多嘅關係，就溝通翻，可能到高小啦，到初中嘅時候，去了解翻佢平時嘅一啲生活背景。慢慢到年即係可能嗰個踏入青春期啦，嗰個青春期嘅特點出咗嚟，可能每個性格可能變得孤僻啲。我同我嘅朋友傾都唔同我嘅父母傾，但係我哋呢啲就其實作為父母嘅，其實就要打破呢個嘅隔膜。外展嘅超評啊，因為香港有個禁毒嘅計劃咧，佢哋推出咗之後咧，佢哋嘅成效可以令到嗰個濫藥嘅率咧係下跌大概20%。咁澳門係咪參照，或者澳門有冇相關嘅一啲嘅計劃係同香港類似嘅咧？澳門方面咧，因為其實係澳門個地方細好，比香港細好多啦。若果真係喺嗰間學校度發現到有啲青少年咁樣係有濫藥嘅情況，其實嗰個標籤化嗰個現象係好嚴重嘅，係啦。即係如果嗰間學校本身係俾人哋感覺係差級嘅，咁佢有，咁佢更加就踩低啲。但係本身如果嗰間係相對名校嚟嘅，即係相對有名咁社會嗰個風氣又可能突然間亂就，裏邊原來都會有嘅喎，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咧？所以其實喺一個咁細嘅地方度行呢個咧，要處理得好小心。想問問韓廳長啦，啱啱阿超明都講到學校執行上面可能發現有啲困難，咁喺社工局同埋學校方面嘅合作，點樣可以加強合作，可以去發現一啲嘅潛在個案咧？咁其實我哋都係透過一啲民間嘅團體啦，咁而家我哋透過另外一個模式。咁啊，會同學校嗰邊去開展一啲計劃，同埋開展一啲篩選嘅一啲工具，
比較敏感、更敏感啲嘅篩選工具。咁學校一般嚟講咧，有啲學校佢哋係會要求我哋咧係可唔可以提供一啲服務。咁啱先亦都講咗啦，我哋如果發現到有濫藥嘅個案，我哋提供服務嗰陣時咧，一定要好小心去避免個標籤效果。舉個例子，你個 program 本身一定要有一個設計。你當發現呢間學校裏邊有5個佢話佢有吸毒嘅行為嘅，你嘅服務對象可能要增加到30、40個唔同類別嘅人。但係咧，呢個服務裏邊呢5個人咧就好巧妙咁樣咧，你要有一個技巧咧，令到佢入到個組。咁喺個過程裏邊咧，就會能夠避免咗話呢5個人俾呢個計劃拎咗出嚟，所以都擔心會容易去標籤個學生嘅。咁因為有報道講咧話，澳門嘅醫護人員咧對於呢個濫藥嘅知識比較缺乏嘅喎。咁之後可能想告將來會同醫護人員合作啦，點樣可以提高醫護人員嘅警覺性，同埋發掘一啲潛在嘅一啲嘅個案。兩方面咧，我哋睇翻整體社會對濫藥嗰個認知其實都係未算足夠嘅。第一個，好多時家長認為毒品係咪就係白粉？咁事實上而家年青人都會話俾家長聽，我冇食白粉㗎，咁冇年青人食白粉㗎啦，係嘛？咁就係第一個就係社會對於毒品嘅理解咧，而家啲新型毒品嘅理解。咁另一個就係醫療團體嗰方面，過往大家受嘅醫護嘅培訓裏邊，可能對於毒品係好傳統嘅，啲白粉呢類嘅毒品。但係而家我哋所提嘅啲新型毒品嘅嗰個所引起嘅一啲後遺症啊，同埋個即時嘅一啲症狀上邊咧，喺佢哋嘅培訓裏邊可能未必有嘅。咁我哋期望咧，就喺呢一部分咧，能夠係更多嘅醫務團體，佢係能夠係喺呢一度咧係有更好嘅一個培訓，能夠即時可以識別到。因為咧，大部分嘅呢啲年青人咧，佢哋係去睇家庭醫生嘅，啲家庭醫生係自細睇到佢大嘅。佢哋係睇完家庭醫生之後，如果家庭醫生發覺佢嘅，譬如我哋舉個例子，佢成日會尿道炎嘅，醫極都唔好嘅，咁其實家庭醫生呢個時間第一句就可以問佢：咦，你有冇索 K？咁呢個位裏邊，因為佢哋係自細都識嘅，咁佢會即時會提供一啲輔導俾佢，咁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嚟嘅。今日醫護界啊，我傑晶都係本身係一個護士啦。咁醫護界方面有啲咩嘅睇法咧？對於呢個醫護人員、前線醫護人員嗰個對於濫藥嘅認知可能比較缺乏，咁有咩嘅意見咧？我都同意阿韓聽講嘅，就係頭先講到就係話家庭醫生點樣去喺一啲線索裏邊，喺一啲症狀裏邊去發現，去揾翻佢係咪真係一個叫做隱性嘅一個濫藥嘅一個個案，呢方面都係重要嘅咯。咁同埋其實醫護人員咧，對於去了解或者認知一啲新型嘅毒品咧，其實佢哋都會去做面。但係問題係而家我哋整個嘅叫做醫療人員人資短缺嘅情況之下，可能某方面嘅工作會集中咗喺疾病嘅預防，咁喺濫藥方面可能未必係佢哋一個重點開展嘅工作，但係我覺得可以俾翻嘅就係而家可能係學校裏邊嘅有校醫校護，咁佢哋喺呢個宣傳教育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從學校嘅層面去推廣出去嘅話咧，咁樣喺青少年預防濫藥方面咧個工作可能會成效會更大咯。咁青少年係社會將來嘅主人翁，唔好因為好奇或者刺激而影響到自己嘅前途。咁我哋下次清談節目再見，多謝各位。